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第13届外勤记者协会原本2月份就将召开的新任理事长赖馆长以及所有理干事的受证，不过因为卡到爆发天高的疫情，甲台南地震的灾情，记者朋友拢需要到第一线采访报道，所以伫延到5月13号才正式召开。这摆嘛，因为市长出国，由副市长颜顺做代表，以为所有理干事受证，加上专庭为首席顾问林玉条甲副顾问康英硕所献上的变哪，为第4权的监督力量来勉励，场面相当热烈。一方面呢，我也是代表市长，甲大家感谢咱的外勤记者协会过去对咱市政的这个支持，包括甲咱市政府，咱真侪市政呢。甲咱做详细的这个报道，会当互咱市民了解市政府到底为市民做啥物款的这个工作啦吼。自然呢，我那是要拜托大家未来的时间呢，我那继续就着过去的这个精神啦，继续甲咱市政做一个中心的这个报道啦吼。其实呢，市政好甲歹。到底伊的这个优落到什么程度呢？若无靠着各位的这个报道呢，咱足侪市民绝对是无法度通去了解，所以这个所在，咱大家做一个感谢吼。为了祝贺该会，会中包括新闻处长柯秀芬、小日车有线电视公司董事长吴顺德等侪企业界各行各业的精英顾问拢踊跃出席。因为背后有坚强的后盾小艇，所以协会每一档拢透过捐款来自公益。今年嘛特别选定创世基金会，希望抛砖引玉。林玉柱林董事长的一个慷囊慷慨的捐出20万块钱，谢谢，感恩谢谢，您郑重接一点。对。是不是请我们现场工作人员来播放一部我们这个影片是。创世基金会的一个他们准备的一个。会中更加请会员也有侪丰富的大奖摸彩，和会员伫辛苦的工作当中，透过难得的联谊参会，冒侪意外收获。等新闻官及何乔芳采访报道。谢谢了。好，接下来我们。大陈长城幸福杯公益路跑6月19号将伫安平关设平台顶场，为了号召更加侪民众参与，特别提供3000只鹿野土鸡当作奖品。宏远兴业也捐助10万块，当作植物人安养扩院经费。创世基金会也欢迎市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做伙为公益来走。今天这个活动真的非常有意义啊！他把所有的善款都捐给我们创世基金会，所以我们也借着媒体大众媒体也散播一下，让更多的人来报名给上几家偷给啊！这个高贺。这次活动有这么多的乡亲，也就是我们台南之光，也是这些企业家大力的促成，让我们从开始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之下，到现在我们已经有40%的报名了哦。所以大陈长城跟我们3000只这个鹿野的土鸡，我们3000只都要把它送出去。所以呢，还有60%，我们还有2个礼拜的报名时间，麻烦帮我们再宣传，然后请爱运动、爱健康的人一起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路跑。大陈长城幸福杯路跑活动分做5公里健康趣味组、加10公里的竞赛组。现场设有福利社补给站，比赛重点也有教室自拍区，要互参加者重温求学时阵的回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百货公司拄开门，就出现济人潮。这个人拢是为着5月13号开幕的 GU 台南店来的，嘛因为现场有济优惠，所以每一个人拢买到大包细包。这届 GU 看准南部的消费实力，2礼拜来就开了高雄店以及台南店，以新生活美学为概念，
为所有的消费者提供上新的时尚穿搭。自从我们在台北、台中还有桃园开幕之后呢，其实我们接到很多消费者的反应，希望我们可以赶快来就是南部来做展店，所以因此我们选择在台南星光三月新天地这个地方来做我们台南的第一个据点。我们主要针对台南这个开店呢，我们有每日限定的优惠活动，所以从今天、明天、后天3天的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限定的商品，那折扣的话也是非常的优惠。那同时呢，我们有一个手机线上的游戏，所以只要在网络上玩这个游戏呢，就可以挑战95折的购物优惠。对5月13号到19号，大家拢有无同款的优惠活动，包括指定商品100块，耍手机仔游戏摕优惠券，消费满1500送托特包等等。除了各种的优惠商品以外，阁有侪台南店限定的商品。想要抢便宜的消费者，就要把握这几天的优惠，做伙来体验来自日本的快速时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伫后火车头的5星级饭店，新年7档内第一间的专业西餐馆，13号即天正式甲大家见面。饭店采用是高级食材澳洲和牛、波士顿瓦林蟹以及巴克夏的猪排作为主角，而且伫料理方式嘛真用心，将和牛以化学疏肥法处理，用冰火烘到出现真水的花纹以后。佮再将牛排放入220度的烘炉，慢慢烘3分钟。安尼顶级的料理，就是为了让消费者所食的每一喙拢充满新鲜感。常常在外面吃牛排，会觉得说可能有些会烤太干，或是太有那种牛腥味。可是这吃起来就不会，就很好吃。然后会一直想要就是一直吃，然后跟朋友介绍说，哎，这边有新开的牛排馆。这边的环境很好，而且现场又有音乐在伴奏，而且以吃过的5星级饭店来讲，这边的价钱算是很合理的。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2楼上酒吧牛排龙虾餐酒馆即将在5月13日正式对外开幕。那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西式的餐厅，在饭店正式的一个启动。那为了庆祝这个活动的一个开始呢，饭店从即日起一直到5月25日，我们在饭店的粉丝团推出了陈真准时达人的一个活动。那这个美食达人的这个活动呢，就会从即日起开始，我们开放所有的人都可以到线上去作为报名。那我们将会在5月26日，我们将抽出10组素人美食达人来免费享有10盎司的澳洲和牛乐眼牛排2人份。为了让更加多人知影餐酒馆的成立，饭店推出精选美食达人活动，邀请脸书粉丝报名试食，并且上网分享。饭店将抽出10组幸运的得主，免费品尝和牛特餐，其中人气上悬的参加者也能免费食1个月。欢迎介意试食西餐料理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作品来自21个无同款的国家，国际拼布大展活动，总数482件的艺术拼布作品，目前当非常难得，伫咧国立生活美学馆展出。来自美国加州甲新墨西哥州的2位艺术家，也因此首度来到台湾，欣赏家己甲别人的作品。I'm Betty Busby from Albuquerque, New Mexico.
他说他是那个新墨西哥来的，然后他很高兴来台湾参加那个 TIQS 举办的展览。然后第一幅作品是他去那个纽西兰之后看到那个当地的鸟类，就是濒临绝种的鸟类，然后之后创作的。然后第二件是那个海底，就是主要是珊瑚礁，就是他希望我们可以保护海洋。然后第三个就是深海的动物，他说他从小就很喜欢这些深海动物，所以他决定要做一件这样子的作品。Hi, my name is Martha Wolf, and I'm from Davis, California, and I am having a wonderful. 他从他那个加州来的，然后很荣幸可以来这里参加这个展览。然后那一幅北极熊是就是因为气候变迁，所以就是不是快要灭绝了嘛，所以他希望可以唤起大家的注意。然后第二个是那个佛罗里达的海鸥，他说他曾经在那个佛罗里达住过几年，然后就是他喜欢早上的时候在海边走，然后就会听到那个海浪跟海鸥的声音，然后他觉得很棒，所以就做一件作品。两位艺术家拢是因为这届展出第一届来到台湾，借由艺术的交流，也让台湾伫咧国际上打开知名度。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成功3月国际猎物认定系列活动今年拄好满10档，这摆特别邀请国家地理杂志猎物大使卡斯坦彼得首次来台湾举办亚洲上大规模的狂热大地影像展，新锐猎物师庄玉安的个展，以及成功3月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吴东安的猎影个展，以及得奖的作品展览等等，总共超过250件作品。即日起至5月31号，在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6楼展出星光三月国际摄影联展。那这次除了邀请到参赛的得奖组之外，我们也邀请到新锐摄影师庄玉安以及摄影家吴东兴来做个展。而这次摄影展最特别的地方是与国家地理杂志合作，邀请到探险家 Custom Peter 来做狂热大地影像展的展出。那他透过一些探洞、爬山等方式来用影像拍出极险恶的环境。那就是我们这次就展出他张张撼动人心的影像照片。那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前来参观。这摆猎物认定分做2部分，免费入场 A 区以及购票入场的卡斯坦彼得狂热大地影像展，各式各样的相片，要互介意猎影的朋友有一场特别的视觉体验。而除了猎影展以外，伫5月15号以及5月22号，拢举办手机猎影讲座，互民众买当体验到猎影奥妙。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安宁病房的病友李如龙贵女士，虽然已经离开人世间，伊所留落来济艺术创作，煞永久的留存，也互民众会当永远的怀念伊。这场特别为李如龙贵女士举办的回顾展出，互民众看到李如龙贵女士多才多艺一面，以及充满创意的艺术创作。这挂作品也要伫咧现场进行拍卖，所有义卖所得，拢要交予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安宁病房作为公益用途。因为妈妈呢是胃癌末期，那在那个属南的安宁病房，那由这些安宁病房的医生、护理师来照顾。最后，很开心的一点就是我妈妈呢，在这里过程当中没有病痛，就没有痛苦的情况之下，很安详的就蒙佛接引。然后一切我们就很感谢说在他在世的时候，他就有意识要把这些作品做一个义卖，然后义卖所得我们就是给安宁病房所以我是觉得一点他很有爱心的回馈给社会。然后呢，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我也很开心为他做这方面的工作。真的感谢属立台南医院的安宁病房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在此感恩，并祝大家身体健康。李如龙贵女士丰富、充满创意的人生，以及将创作的艺术品化为大爱的精神，也是咱必须爱学习、尊敬的对象。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海域基础布局是由艺术总监廖莫喜制作，会有舞旗林依平编创，并以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为表演空间。
利用定点的环境剧场概念，演典型多点式的场域表演，探讨海平面上升以后人甲大自然的冲突，作为创作灵感，呈现出建构、变迁、冲突、死亡等等的环境议题。希望借此提醒大众爱重视环境的问题。除了希望可以对于这个环境的议题提出一些省思跟看法之外呢，他们也特别选择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地啊。这一次的这个场地，我想是这几年城市舞台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场地啊，从来没想过。我记得在我们评审的时候，大家也对于这个场地提出了一些质疑啊，就是这个家具博物馆，但家具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哦。它这几年的经营呢，在我们江馆长的经营之下，也经营得非常的有声有色。老师既然选了那个地方呢，就表示一定有他独到之处啊，所以老师是信心满满的讲说没有问题啊，家具博物馆他觉得那个地方做舞蹈演出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后来也选择相信老师啊，就让这一次呢廖莫喜的舞团的这个节目就在家具博物馆演出。海域这出创作5月21号、22号2天将伫咧宁德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登场，而且馆方为着要回馈来看戏的观众，佫会赠送每一位观众一块原木纪念的勋章。以后只要会剧场票甲勋章来到家具馆参观，就当折抵50块的票价，也为演出增加了侪趣味。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玲珑舞蹈团伫今年首度参与台南艺术节，城市舞台特色单元，以安平海岸线作为创作发想，演出安平早期渔村风光，将人甲土地故事结合，成为悠游水岸这出舞蹈剧。因为将演出的场地为剧场游到游艇顶面，也互演员伫演出的时阵有更加高难度的挑战。这演出呢，基本上会从这一艘船安平1号开始，我们舞者会在上面，顶楼那边呢，因为船长开放给我们呢，把那边当成舞台，我们会有7、8只美丽的白鹭鸶从这边开始悠游出去，就再到我们的演出场地那边，就是木栈步道那里，然后会停一停，我们舞者在那边演完以后，再随着船把它载回来，少少的大概6、7分钟，其实不容易。刚刚有记者朋友问我说，舞者站在这边怎么去克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真的它的平衡感。对，因为呢，有时候是潮水，有时候是风，然后有时候很多的外在因素会造成呢，船的这样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平稳度，所以舞者首先必须要克服这些，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必须现场还有我们的乐团跟我们的音乐在搭配，所以呢，那个节奏如何让那个船开到那边刚好就是我们要衔接的那个点，其实很不容易，所以呢。小小的5、6分钟，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所以算起来大概要50年才有办法把它给修炼好。为了完美演出，玲珑舞蹈团邀请台南民族管弦乐团做伙参与表演，将音乐甲舞蹈完美融合。悠游水岸这出舞剧5月28号将伫安平游憩码头登场，欢迎民众买票入场欣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视觉症不是一种脑化现象，而是一种脑部疾病。该项镜头不但只是造成记忆减退、认知功能受到影响，同时更有可能出现忧郁、精神病、攻击行为，因此造成照顾者的身心负担。因为它会产生很多行为精神症状，那这个行为上面可能出现攻击啊，那精神症状想幻觉，那妄想幻觉它产生出来就是有一些因为这些不正常的想法产生的行为，所以会对这个感到这个身心很疲累。针对根本原因就是说刚刚提到的